梅以婷中國澳門梅以婷 representing Macau China 林詠儀中國澳門 Lam Wei Yin representing Macau China 好啦，而家見到咧女子百米決賽咧有一啲嘅狀況發生，咁我哋就可以留意一下裁判長示意一個綠色嘅綠牌咧，就係一個技術嘅問題啦，咁就會重新再作賽嘅。冇人犯規，比賽繼續，重新作賽。選手啊，兩杯日本選手咧都相當之快喎，即係贏咗呢一波，最佳成績係2分0秒1同埋73啊。而中間就係第二位咧，就係國家隊啊，用榮惠啊，龍龍站在第2的位置。頭先800米嘅賽事咧，就見到唔同嘅運動員咧，就係有一個其他嘅位置咧，咁之後喺嘅位置就慢慢去爬入去最耐嘅時代，咁亦都係咧，我哋頭先聽到鐘聲咧，亦都係代表住我哋領先嘅運動員咧，剩翻而家進入最尾一圈嘅距離啦。咁仍然帶頭嘅咧，亦都係兩位嘅日本選手，接住係中國嘅選手一路帶領住全車群㗎。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咧，而家上面第一位日本嘅選手擺地咧，都未係好大幅嗱，見到上面第二位同樣都係日本選手，兩個嘅跑姿咧都各具特色啊！咁喺個賽事當中咧，完成2個圈嘅比賽，咁當中佢哋嘅速度同埋耐力嘅平衡咧都相當之重要。嗱，喺啱嘅前後咧，多數都係以一個殺力都好緊要㗎，會盡快進入嘅狀態啦。呢個嚟到最後100米啊！係嚟到最尾100米咧，我哋都希望現場嘅朋友可以俾多啲歡呼聲，鼓勵每一個運動員可以做出自己最佳嘅成績啊！而家去到最尾嘅30米位置咧，日本嘅選手咧就即將會衝過終點線啦！睇下時間2分06秒53，恭喜晒兩位嘅日本選手！哇！我見到第3名咧衝過終點線咧係嚟自韓國嘅選手金正娥啊！亦都係咧啱啱喺衝過終點線之前咧就超越咗中國嘅容容喎。係啊，而衝過香港嘅你。Take a look at the judge at the official result for the attempt for. 佢個人最佳成績係6米37啊！咁呢一票咧都應該超過6米，亦都可以咧大家留意。
咗。